有演奏他的作品。吴晋怀的作品，台语歌很有名啊。《暗淡的月亮》，94年3月18号，把那个故迹登录为历史建筑，由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文化资产总管理处筹备处补助修复工程经费1100万元，于2012年4月修复完成，民国101年修复完成。这个建筑还很美。